咁我係嚟自柴灣 Ivy 嘅 West 啦，咁我依家就係讀緊酒店及餐飲管理高級學文嘅。咁我讀呢一科最主要嘅遇到啲困難就係會影響到我嘅情緒健康壓力，就係有時擔心自己學校嘅 presentation 嘅時候會少少緊張啦，同埋擔心自己未準備好會令到自己出錯，即係可能喺present 嘅時候會有少少甩咳啊，講得唔係咁好咁樣嘅，咁就可能又會對我有即係會俾自己可能有少少緊張同埋壓力咁樣嘅。咁我認為一啲舒緩壓力嘅方法就係咧，就係應該每次喺 presentation 之前或者將來做咩都好咧，就我決定會就會深呼吸，同埋俾自己幾分鐘去冥想下，去冷靜下，同埋有時會可能去做下運動咁樣，亦都打算會同朋友啦，同埋屋企人去分享自己嘅難處，去舒緩呢一種壓力咁樣嘅。咁我都希望呢一種方法可以對我將來或者目前之後會遇到嘅科目都會可以去舒緩到呢種壓力咁樣係咯。